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诗，信诗152首，救主疼痛的声。救主疼痛的声，我着欢喜来听。你予我泪牺牲流血，救我做人生命。主，我来求你，我甲主困你，用你所流的宝贵水。清气，救主疼痛声音，我着停了你心。当我做受定十架，听我实在真情。主，我来求你，我搭主困你，用你所流的宝贵水，我做乌清气。救主叫我困静，我着听叹命令，在我软弱快叹使用，予我为你加身。主，我来求你，我搭主困你，用你所流的宝贵水，我做乌清气。救主叫我敬神，我着祈祷无停，着听仁爱受主的解，直到进入天庭。主，我来求你，我搭主困你，用你所流的宝贵水，我做乌清气。阿门。以西结书的46章，是众人所看见当圣殿遮的内部，甲上帝荣耀踮伫内底时，上帝也对定对王、对人民、对祭旗、对献祭遮的规矩，甚至也互人看见上帝也安排所在是伫迄个所在祭司会以灶骹来煮遮的献祭祭物，大家会当伫遐来享受即个上帝所备办的宴席。今日咱要继续来看47章。即个时阵，先知以西结伊所看到的是一个新的画面，就是圣殿内面所流出来的一条河水。即个河水竟然甲伊引带到伫外围，甚至要到破天下。咱来看今日这段的圣经节第47章。迄个人带我转来圣殿门口，我看见有水对圣殿的护顶下面沁出来。楼院东边就是圣殿大门的所在，水对圣殿的正边，经过这段的南边流落来，然后伊阁带我对北门出来，带我对外面踅到东边的外门，有水对门的南边流出来。先知也互这位人主来引带带领来导咱整个圣殿内面的结构，也是遮的房间，也是遮的寸尺，甚至也交代这个先知以西结就爱记落来，告上帝来讲话，上帝荣耀来充满。遮的情景到尾了是以西结伊个登到伫圣殿的门，然后有水对圣殿的这个门槛底下，向东流出来。但是要向东一直流出去，流这个东边的门出去。但是东边的门已经封起来啊，袂当进出入，只有伫安息日
只有伫初一的时阵，迄个门才有开，所以即个领主就搁带以西结对北边的门行出去，射到东边的门外口。所以即个水毋是落雨天的流水，即个水是对圣殿内面的即个宝座所流出来的水，向东一直流。即个流到什么所在呢？咱继续看第3集。迄个人摕牛笑，对门口往东行，牛500公尺，叫我撩水过去，水淹到骹目。伊搁对遐进前牛500公尺，叫我撩水过去，水淹到骹头乌。搁对遐进前牛500公尺，叫我撩水过去，水淹到腰。伊搁对遐进前牛500公尺，水涨起来真做河，无人会当撩过去，只有会当用游的。伊甲我讲：领主啊，你有看见无？了后，迄个人带我转来河边。即个景象，即个画面是伫以西结来讲非常的逼真，因为伊对东边的门出来了后，继续看即个细细的水。这个水伫1章2节讲，看呐，水从右边流出。那个右边的一边正边，迄个意思，比如讲肩膀，就是这个水刚是对肩胛头流出来。流这个字呢，流出来也原文是讲加滴，用滴的就是迄水足细滴的，还是细细的流，迄水足细港的。但是呢，流出来圣殿了后，每向500公尺，这个水就开始涨悬起来，过500公尺，就搁涨悬起来。有1000轴，1000轴就是518.6公尺所以经过差不多2000外公尺以后呢，这个水已经到胸口袂当涉水而过，就要用游的。这个情景互咱想象就是这个水并无外口来的支流，嘛无落雨，嘛无其他的这个外力。一般这个水是愈流愈少，若是伫这个地球顶悬这个水流出去呢，愈流愈少。但是伫上帝的圣殿，迄个水呢，对细细开始，甲一滴两滴安尼滴落来。但是对圣殿的门出去了后，竟然是愈流水愈大港，愈流水愈深。这也是代表亲像上帝恩典，亲像上帝的祝福。所以诗篇46篇第4节、65篇第9节，也是以赛亚书33章的20节到21节，就在形容上帝恩典，也是上帝福气，是愈来愈充足，愈来愈多。第7节，我转来的时，看见河的两边花有真侪树。伊甲我讲，这条河流往东，经过约旦河河谷，进入死海，河水流入死海，为互咸水变做正水。这条河经过的所在，拢会充满各种生物。河里会有真侪鱼。这条河互死海的水变正水，流过的所在，逐项物拢会活。伫遐会有真侪掠鱼的，对阮基地到阮以色列的岸边，会变做拍网的所在。死海鱼类会亲像地中海遐尼多。当以西结行即个2000公尺转来了后，伊搁转来沿途看见即条河水的两岸边，拢有遮的树木，遮的树木侪拢是可见拢是输即条河水的即个营养分来生出遮的树来结出遮的果子。甚至这个领主也甲先知讲，这个河往东流，伊虽然只有行2000公尺尔，但是这个河呢继续流落去，流20外公里，
会去到伫亚拉巴，甚至佫落去到死海。然后呢，这个水流到伫死海时呢，要互水拢变正水，使水变淡了。嘛有翻译讲，水就要得到医治。这个水呢，要得到医治。医治，特别是这个死海，嘛是捌互上帝救助的所在，是创世纪所得玛甲哥摩拉的所在，互上帝降流园，所以迄个所在变做无生命、无活开、袂生炭。但是当上帝圣殿的河流到死海时阵，连死海拢要搁活起来，要得到医治，也代表讲土地也要得到上帝赦免。河所流到的所在，动物拢要活，甚至迄个死海内面嘛有真侪鱼，这鱼会亲像地中海共款，鱼遐尔侪。这对住伫迄个死海附近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大新业，因为因伫迄个所在安尼几千年的时间，死海一直到呾，甚至咱呾去遐参观，去遐圣殿旅游的时阵，迄内底拢是无活物的所在。但是上帝应允，等上帝新的圣殿，上帝荣耀转来，上帝伊的这个王甲伊的百姓祭司照起工的时阵，上帝河就要安尼款流，愈流愈大港，甚至到伫死海，互死海甲四周围的两岸，拢要来得到新的生命，重新搁活起来，是一种从死里复活的景象啊。甚至迄个所在从隐基地阮基地咱当看到伫即个地图下面是伫死海边啊，到隐以格连隐以格连是伫死海的上游加利利湖国去了隐以格连，就是对即条约旦河对头到尾，上帝的河拢要互即几条河拢要重新搁活起来。甚至会当伫迄个所在来拍网啊，晒网，晒网即个字的意思嘛，讲甲伊拍开天开张开来，就是讲迄个渔网呢，可以在那边来张开要么就是抓鱼，要么就是晒网，就是讲即条河呢，水非常的充足，鱼啊嘛非常的充足，会当伫迄个所在来掠鱼。第11集。毋过，死海附近的湿地甲水库的水无变正，流底做盐。这条河的双边花要有逐种树木生长，所结的果子通做食米，叶袂干，果子出产袂长，逐个月拢有新的果子，因为对圣殿流出来的水润贴才会树，果子通做食米。药啊，通做药材，所以这个景象，互人看见亲像是伫这个启示录的22章，上帝的河对这个新的天、新的地所流出来的景象，嘛是约翰福音耶稣讲，人子讲信伊的人要对伊的北来庆出活水的江河共款，耶稣安尼来宣告，嘛是伫即个五旬节，上帝的信心来灌压，要来充满，互人得到新的活命，新的快乐，要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伫到世间的落尾。这种源源不绝，亲像日头，亲像河水，安尼永远袂断的快乐，是对上帝来，嘛是先知以西结伊所看见这个伟大的异象，甚至经过这河水所生长的树木、树叶啊，拢逐个月结果子，甚至连叶啊，嘛会当来治病。这是一个真水的情景，嘛敢亲像到伫爱甸园，上帝所讲的这个结果生命树，食这个生命树顶悬的果子，就要永远活共款。这是一个值得咱期待真充满向往的一个情景，甲一个画面，嘛是上帝所互咱看到伫这个末日的时，上帝要互咱所经历这的恩典甲这的祝福。今日的经句是47章第12节。
这条河的香槟花要有逐种树木生长，所结的果子通做食米，又袂焦，果子出产袂长，逐个月拢有新的果子。因为对圣殿流出来的水润铁才会树，果子通做食米，药啊通做药材。今日这段圣经的感受，互我感受到上帝宝座生命的江河是源源不绝、宽宽啊流，伊袂去打起，嘛袂去互伊孤单，甚至所流到的所在，就带来生命，也带来医治，带来祝福，带来稳定。主耶稣的宝血也亲像对十字架顶安尼宽宽啊流出来共款。主耶稣的宝血所流的所在，带来医治，带来赦免，也带来新的生命。咱爱浸伫信神的活水的江河，也浸伫主耶稣赦免、赦罪的稳定的生命中间，互咱逐个月照时结果子，毫无孤单，甚至咱嘛当互彼此来得到医治，得到医好。今仔日是10月27号，主后312年的10月27号，君士坦丁大帝历史记载讲，伊伫异象中间看到十字架，也通过这个异象，伊才来信主、信耶稣，然后将基督教来改做国教，罗马帝国的国教。106年、107年的10月27号，拢是拿破仑战争，106年占领这个普鲁士的首都柏林，1807年1807占领这个葡萄牙王国，这个葡萄牙刷到巴西去伊的这个王朝就刷到巴西去。1937年，民国26年，是这个中国有800壮士，坚守4行仓库的这个伫这个10月27号今日10月27嘛是国际欧鸟黑猫日，甲国际职能治疗师节嘛是世界音像遗产日今日是拜一上班上课，也愿上帝带领咱出入拢通得到平安。今仔日的祈祷是用使徒行传第4章第10节这个使徒做见证讲，恁大家甲所有以色列人拢着知，这个人完全勇行徛伫恁面前，是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位耶稣恁甲伊钉十字架。毋过上帝互伊对世人中个活，所以当彼得、约翰为着这个较变碎的人，为伊来做见证，因是奉主耶稣的名，叫这个人个骹个勇行起来，人生通对乌白变做彩色的，是因为主耶稣的功劳，也毋望咱拢会当挖靠十字架顶的主耶稣来人生。变做彩色的，咱的病通得到医治，人罪通得到赦免，通搁一摆人生搁活起来，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耶稣，阮感谢你，通过上帝宝座顶的这个生命的河水，耶稣伫十字架顶的宝血，会当留伫阮的生命中。将阮生命一切污秽拉残，拢甲伊洗除，也将阮身躯所有病痛、艰苦，甲所有创伤，拢完全来医好，互阮对软弱变做是臃肿，善车变做是不污。阮感谢上帝，你的稳定，亲像江河的水，长长的长流，永远袂孤单。也愿上帝，你互阮的生命的河水，会当甲阮四周围的人来分享，咱当来得到主耶稣的救恩，甲主耶稣所享受新的生命。也愿上帝祝福阮伫今日一日的度合，甲出入拢有平安，拢有主的同在。愿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诗。信诗252首，至大主宰你做的物。至大主宰你做的物，要何乐感谢你？你成主名也要称赞你。
时，因就把酒满意。主把上帝行最伟大，拢有公义慈爱。人若诚实对主求问，伊要甲面前分。敬虔的人主听应求，互因得着拯救。咱着对主学了唱歌，称赞伊名无线。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互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